听说又有廷谕到了，皇上已经祭了太庙和社稷坛，要在京城里大庆3日呢。还说要午门献俘，皇上要亲自交迎10礼呢。外面跟庙会似的，可热闹了。您不想出去看看吗？他们人呢？您是说小魏他们？这几天天天庆功宴，正四处喝酒呢。人欢没好欢，猪欢要变天。您说什么？这是乡下地里的一句土话，人欢没好欢，猪欢要变天。如今皆大欢喜，还能有什么要变天的事儿？看看吧。军门，军门，又有廷谕了。什么呀？封赏3军，军中文武官员各进1级，记功1次。军中士卒，每人嘉奖3月。军门，这可真是1日10赏，尊荣备至啊！等军门还朝之日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大热闹呢。热闹还怕大吗？要我说，这热闹还要更大一点才好啊！更大一点。我听到一个小笑话，说的是一家人在办喜事，一个秀才进来贺喜，提笔写了一副对联儿，上联是福无双至，下联是祸不单行。当时那家人就跟你们现在一样，全都愣了。眼见那个秀才哈哈一笑，提起笔在上下联的后面刷刷刷各贴了3个字，全家人一伸头，顿时皆大欢喜呀！那变成什么了？各加3个字，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，祸不单行昨日行。你们觉得这上下联是不是很吉祥啊？福无双至，今朝至。好。我琢磨着，功劳不怕大，好事要成双。大帅有令，兵勇将佐，停欢停饮，立即归营，整顿鞍马。驴行不行啊？大帅有令，持物者斩。都拿走了。嘿，你的帽子呢？奇怪啊，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安静了？是啊，怎么都停了？哎，什么声音啊？这是营号，好像是在集合兵马。集合兵马，不是已经？外面出了什么事？克罗取消了3军的驾庆，正在整队收营呢。中军帐那边也挂起了号令旗，像是要出兵的样子。张黑果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我们也奇怪呢，除非张黑果逃跑了。不可能，他们拉肚子拉的手都抬不起来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克罗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要攻打72寨。攻打72寨？为什么？
还能为什么？抢佛牙呀！这也太流氓了吧！不会吧？人怎么能背信弃义到这种地步呢？你们太年轻了。人家阿基部落深明大义，刚刚帮了他，他怎么能参他？我就不信天道无存。人家刚刚立了大功，你参得动他吗？啊！再说了，这天高皇帝远的，你的折子到了皇上那里，这72战也平了。去见见他。说什么？跟他说，人不能没有廉耻。廉耻？要是人人都知道什么叫廉耻，我也就用不着一天到晚装疯卖傻，闹着辞官了。怎么办？我再去找找李公子，他如今的面子比较大。还有宁府上的刘宝，我看他也颇有头脑。请稍后。他们应该对付不了克勒。哼，去就去吧，这小哥俩也该到了换牙的时候了。老爷，现在该您出点正经主意了。哼，到了这把年纪，我真不想再玩了。哎，什么叫玩啊？我当年街头混事的时候，就天天跟这些当官的玩。可这里是西宁将军，这后边还有皇上呢。是吗？我看也差不了多少。对付这些人呢，能有什么正经主意？少爷，我还要喝。对，喝。这些人都不讲义气。是。大帅有令，快点回来！什么生意？快点回来！啊！哎，来了！他们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演习。演习？哎呀，你不懂吧？午门县府那是要阅兵的，懂不懂？阅兵呢，也要走成一条直线。哎，就这样。啊，就这样。哎。我皇上说，众亲家辛苦啦。下面的人就说，皇上辛苦啦，你懂不懂？懂不懂？明白。那到时候，咱们哥俩是不是也得在队伍里跟着走走啊？不是，他们什么人啊？他们是大头兵，我们是。军师，谋士，我们是高人，明白吗？有道理。哎，还有哪家酒馆没去？我看那家，走。快点！哎呀，快！小二招呼客人啊你！来了，招呼客人。哎，客官先坐着。哎，醉了，真醉了。没有，别喝了，出大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出大事了？哎，你聪明，我赏你。回去再赏吧。走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还是按上次的步骤，分左右2翼包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是按原来的章程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是。啊，我以为是谁呢？科勒。哎，怎么了？不能闯账，这不是办法呀！我又不是第一次闯啊，真是。嘿呀，你真是，怎么了？不认我了？哎，对不起啊！快，我说少爷干什么？您这招不灵了。我这什么不灵啊？没有我，他们能抓到张黑果，他们连张白果都抓不到啊！人家不认账。别说了。你没有天地良心，你给我滚出来，克勒厄！回军门，有人闯账，拉出去砍喽！是谁啊？是李侍卫，也许他有什么主意要出。这回用不着了，砍！等等，事情不宜闹大了。怎么？他爹是李卫，万一事情闹起来，他横插一杠子，这事儿啊就更麻烦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可是人家李卫毕竟是亲命护法，是专门出来寻佛骨的。怎么想抢我的功劳啊？总不能让一个耗子坏了一锅汤啊！你倒提醒了我。来人，
把李卫的院子给我封上，不许进出。是。李小卫是他儿子，打20军棍，扔回那座院子。我要让他知道颜色。是。啊！小心点啊！呀！军门有令，从现在起，这个院子不准进出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他挨了20军棍啊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没打坏吧？啊，我都傻眼了。我跟他们没完没了，我要报仇！放开我！我要找我爹。哎，我爹呢？老爷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去当他的真命护法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克罗厄的迎兵又在向我们2翼进军了。怎么？他还要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怎么办？阿爸，这次我们绝不后退，拼一个是一个。决一死战！结束啊！报！有人请见。谁？这是名次。什么人？亲命大护法。什么？亲命大护法李卫？军门到！军们，前面就是他们头领的大帐。奇怪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束手就擒，不会那么老实吧？跑了？可营帐都还在，不像啊。如果跑了，干嘛还灯火通明呢？有埋伏！啊！一群乌合之众，拖男带女的，能有什么埋伏？不用大惊小怪的，张黑果都让我一网打尽了，几座破寨子能有什么名堂？冲进去！冲！李大人，是哪位施主啊？哼，你在这干什么呀？哦，客军们，你来又是干什么呀？我，是不是为了这个啊？伏虎，行啊，你居然抢先一步！不能这么说。我是大护法，专门为这个来的，何谓抢先呢？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他。张黑果你已经抓了，这功劳已经不小了。有肉啊，大家吃，你总得留点给别人吧？晚了，我已经给皇上上了密折，说这佛骨归我来迎娶。哼，上什么密折是你的事，这佛骨啊我已经拿了。哎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李卫呀，李卫呀，你可真有意思！什么先来后到？你以为这是在街上排队买包子？可笑！真是笑死我了！凡事都有个规矩。规矩，在我西宁大营里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看见了吗？在这里，
你是没理可讲的。拿来。君们，这就叫后来仙道，真不容易呀！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，把老子弄得是七荤八素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你笑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君们，还是先看看佛骨。佛骨呢？你打张黑果要伤脑筋，我赢佛骨也不能不费费心思吧？不瞒你说呀，我也给皇上上了折子，我得想点办法，否则一旦出了什么差池，也像你一样，到时候弄颗假牙送上去，那不行，我得学聪明点。佛骨在哪儿？嗯。在我肚子里，在你肚子里？对，我已经把佛骨吞到肚子里去了。啊？哎，君们，来啊，来，咱们不是还有给张黑果喝的下过药的酒吗？哎，对呀，那不就是我儿子教你们的那点法子吗？啊，放一钱就可以拉倒一头牛啊！你们别忘了。我可是我儿子的老子，我教我儿子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把戏，好的东西当然留给我自己啦。你们真以为用那药能让我泻肚子啊？你们还嫩了点儿。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你们真以为那只是随便说说的？你们见过几个真佛呀？啊？不妨再多告诉你们几句。别说我不让你们长见识。这味真药本来有3颗，第一颗叫固圣丸，可以让佛骨在腹中不移不动。我已经吃了。哎，这颗呢叫化圣丸，这颗呢叫泻圣丸。谁想要对我图谋不轨，我就把化圣丸吃下去。佛骨见药即化，谁也别想再见到。这泻圣丸呢，吃了以后佛骨才能出来。当然了，那是要等到面圣的时候。说句难听的话，这泡屎我得拉到紫禁城里去。李卫，李卫，我丑话说到前头，咱们一起回京。这一路上你得好好伺候我，千万不能让我受凉了。只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到了京城，这佛骨的功劳我就算你一半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转眼珠子，你那点弯弯肠子有几尺，我比你更清楚。哼，告诉你们吧，这药有3怕：怕血、怕光、怕土。你们要是胡来，我只要出1滴血，这佛骨马上就会化为无形，到时候谁都甭想见到。你们要是想硬抢的话，行，嘿，我只要一松手一旦见光着土，马上就失效了。到时候，皇上问起来，你克了阿就得上前回话。李卫，君们，算你狠！才知道，你以为天底下有几个真命护法？哼！君们，他奶奶的，好好伺候着。这几天主子的觉睡得安稳了吧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这觉睡得可安稳了，膳也进得香了。今天晚上点了蒙古厨子的香酥羊腿，一口气吃了半只啊！该拦也要拦着点儿，当心伤了脾胃。您还真说着了，
这不，刚才还一个劲儿的要普洱茶，还得要宴的。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在笑话朕吃多了？这2天里里外外的事儿多，皇上还真要当心呢。哼，你们都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为了西北的事，朕一直是胃口全无，几乎是喝粥度日。今天是难得快一快得一。王婆，奴才在。告诉他们，今天羊腿做得不错。 等克勒回来，朕赏他几条尝尝。这，皇上，这是克勒刚刚送进来的蜜奏匣子。哦。臣告退。不用。你可以看一看。今年的普洱茶不错。他又找到了佛骨。这个科勒还想锦上添花呀。上次在宝应寺。 他出了丑，大概是想把面子找回来吧。一个大将军心肠如铁，哪需要在意这些细碎的情面？是啊，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什么面子都争下来了。对朕来说，一个张黑果，10颗佛骨我也不换。回皇上，有了滚单，克勒的还朝人马，明天可到洛河驿。 传礼部安排仪仗，朕明日交营，命在京的大学士一律随护。这，能为朕建树武功的，要什么面子，朕都可以给的。16啊，有人来了，开门呢！谁呀？干什么呀？ 你是谁呀？这里是李大人家吗？我们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快说是不是？是。四处看看。是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别喊，我们是保护李大人的。我叫金珠。啊，你就是金珠？嗯。谁来了？哦，家里还有什么人在？老太太呀。什么老太太？李大人的妈。16，谁来了？哟，这是干嘛呢？老夫人。 给老夫人行礼。怎么回事啊？金珠，哎呀，就是把小魏给……哎呀，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就这么一个孙子，都给你抢走了，还来干嘛？哎呀，人家是来保护老爷的。我儿子怎么了？李大人到现在为止一路平安。到现在为止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吗？谁呀？我们是客军们派来的。 老夫人，请不要说我们在这里。这是干什么？全武行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是李卫他妈。给老夫人请安。干嘛？今天我们家过年呢。回老夫人，李大人很快就要回府，我们是奉客军们之令，前来护卫府邸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出入府门，确保李大人安全。呀哈！ 我儿子现在成宝贝了，哼，当了一辈子的官儿，也从来没这么金贵过。李大人有佛牙在身，必须保护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儿都是女眷，要保护就守在外面吧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佛牙？是。怎么又蹦出来一颗呀？哎呀，回屋再说。哎，
我说那佛牙在哪儿啊？回老夫人，佛牙在李大人肚子里。肚子里啊。客军们回府。哈哈哈哈哈！恭迎老爷衣体荣归。我克勒光宗耀祖啊！老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奉军门之令在这驻守。什么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克勒的人，他怕我把屎拉到别处。大人辛苦，我们奉军门之命前来保护大人。好，好，去弄碗炸酱面去。哦。这个王八蛋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主子，您跑了一趟洛河驿，马不停蹄的，该歇歇了。这好得很，这样的马不停蹄越多越好啊！回皇上，为克勒阿封爵一事，6部的拟议已经出来了。这是朕建作以来第一次边功，封赏要厚一些。依大清律典，一次军功生擒匪首，可封2等伯。破一破格，封3等功吧。 6部此拟也有待皇上加恩之意啊。安排乾清宫大祭，朕要当众为克勒进封，既是推恩，也是为群臣树立一个楷模。这传旨克勒，让他稍休息以后递牌子进来，朕要跟他说说话。这。 臭小子，你怎么还能吃得下一大碗面呢？你捅了多大娄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喝口茶。你给我起来！弄个假佛牙骗骗我也就算了，谁让我是你妈？你现在骗谁呢？你把佛牙吞到肚子里，亏你想得出来！哎呀，娘啊，这叫急中生智啊！皇上真要找你要怎么办？拉出来啊！皇上一瞪眼，给你开膛破肚。 看你还想吃炸酱面？炸酱面！哎呀，他不会的。不会，要是我啊！哎呀，他不是您啊！哎，娘，来，坐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虽然是急中生智嘛，但是我还是有算计的，对不对？打个比方吧，如果平常呢，人家摔了个杯子，你就会跳着脚说：“哎呀，那都是钱买的呀，对不对？” 可如果是大年30或是你孙子过满月，有人把杯子给摔了，你就会说：“哎呀，这都是岁岁平安呐，对不对？”现在没过年呢。哎呀，你看这西北打了胜仗，对皇上来说那就是过年呐。你把那假佛牙当回事儿，可皇上想的是开疆拓土，想的是乾隆盛世。有了这份热闹，平常过不去的事儿，现在啊都能过去了。皇上真当真怎么办？ 哎呀，那也就是克勒阿这个蠢材，直眉瞪眼的听我编瞎话。咱们这位主子他可不糊涂，听了一半啊，就自己先乐起来了。没想到你还能想出这么大胆的计策。奴才就是想火中取栗。奴才是故意将兵撤出卡拉山口，迷惑张黑果。 让他以为可以有了西逃之路，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呀！好，兵不厌诈，这个险弄得好。不瞒你说，你将兵在外，久无建树，朝野之内也是议论纷纷呢。谢主子的信任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嘛。看来朕的眼光还是不差的。
奴才难保万一呀。朕已经决定加封你一个3等功，明天乾清宫叫起，正式加封。奴才不配。我说过，只要一心一意地侍功于朝廷，效力于社稷，朕绝不会吝惜赏赐。功劳还怕多吗？是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主子说的是啊，奴才就是想多为主子立些功劳。这次顺便给主子寻了一颗佛骨回来。我已经看到你的密折了，也是费了大力气的。大丈夫立功沙场，一个张黑果抵得上10颗佛骨。是。佛骨拿回来了吗？回是回来了，可是现在暂时还不在奴才手上。皇上派去的那个护法，李卫，在他那儿，在他肚子里。什么？他眼见臣立了大功，怕自己回来不好交差，就抢先奴才一步，把佛牙吞到了肚子里。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他手里有3颗药，一颗叫固圣丸，一颗叫化圣丸，还有一颗是泻圣丸。奴才已经带他一起回来了。好啊，回来就好。格勒，你走运，真算你走运啊！走运？你烧香吧。多亏李卫不是张黑果的军师。李卫真的很狡猾，他把药攥在手里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说要把佛骨拉到紫禁城里边。他真这么说的。你呀，你招惹谁不好？你招惹那个李卫干什么？他这是想抢奴才的功劳。没关系，这要真的也算是一份功劳的话，朕一定让他分你一半。一半？多一半给你行不行？谢皇上。来，咬一咬牙。我们那儿的勇士受了伤，从来都不喊疼的。你们那儿的人是吃什么的？20军棍，我长这么大没挨过。你没事吧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那里最好的金疮药，过几天你就会没事了。没事，他姥姥的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子仇不报非君子，他姥姥的。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下纸跟笔。研点墨。怎么不进去啊？哟，伺候的挺周到的。我说这锅粥别越煮越糊啊。我看挺好的。别介啊！我看你们俩也算是100年修的同船渡，别随便让个什么莫名其妙的人给搅和了呀！就算是已经搅和了。该挑明了说，那也得挑明了说呀。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你没看见吗？门口还站着兵呢。老爷那边也是吉凶未测，皇上一旦认了真，翻了脸，弄不好就是欺君之罪啊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听老爷说的。咱们老爷在官场上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儿，那光主子就伺候了3位，官场上那点事儿他是看得透透的，知道吗？不像您那位3板斧头过后。就什么招都没了，你说清楚了，谁那位呀？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行了吧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咱们老爷看上去装疯卖傻，实际上什么汤下什么肉，包括皇上看得清楚着呢。老爷要是说没事儿，那就一定不会有事儿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呀，这件事儿你得上点心。我就没搞清楚，
小魏从何时起就变成了万人迷了呢？谁爱迷谁迷吧。皇上要亲审匪首张黑果，这是大理寺拟好的唐威仪仗，请皇上过目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是。回皇上，御膳房请旨。主子要赏克勒的羊腿，什么时候送啊？明天叫起以后吧。好事就让他凑在一堆嘛。主子，奴才去御膳房看过了，每只羊腿都有2、3斤重。要是克勒都吃下去了，那还不得把它……主子，什么事让主子这么好笑？我想起了那个李卫，这个家伙，他告诉克勒额说佛牙在他肚子里，克勒额还就真信了，把那个克勒额耍得不见日头，到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一定是克勒又在哪儿得罪李卫了。我就跟克勒额说，你招惹谁不好，偏招惹他。这个李卫也真敢胡来，他居然告诉克勒额说要把肚子里的佛牙拉到我紫禁城里面，这简直是太可笑了。官儿当到他这个份上，倒也真是百无禁忌了。主子，又得敲打敲打他了。大喜的日子敲打什么？不过也别让他觉得谁都糊涂。去找个人给他送个马桶去，就说是朕赏他的，告诉他，朕赏了克勒额一个3等功，他嘛，就赏一个马桶。就说朕嫌他的屎臭，不许他把屎拉在紫禁城里面。这。金枝姑娘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当然可以了，为了你，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。你帮我想办法，把这个送出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参克勒额的折子，他在西北做的一切，我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把这个送到傅仲堂手里，傅仲堂是个正直的人，只要能让皇上看见，克勒额就死定了。把这个送出去。门外有人，那也要想办法。这是主人交代的事情。送到什么地方？傅仲堂府。我们晚上翻墙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刚才说要送什么东西出去？一个折子，怎么了？折子？谁写的？李公子。能让我看看吗？哼，这兔崽子真是想要我的命啊！也许他可能是挨了20军棍，心里边觉得委屈吧。委屈？这点委屈算什么？我还以为他多少变明白点了，闹了半天，该怎么糊涂还怎么糊涂。这是……啊！你告诉他们，西北那边发生的事情，克勒额的事情，半个字都不许对外人说。不管有什么委屈，都先给我憋着。哎，咱们这的人不讲，我想就不会有人往外说，一时半刻的皇上那边也不会知道。这事情啊，多亏让你看到，要是捅到皇上那儿，这热闹可就大了。海菊，海菊，哎，海菊，海菊，哎呀，不好了！咱们那位万人迷又办了一件糊涂事儿。又干什么了？他写了个折子，要让人偷偷送出去。干什么？参克勒额啊！哎，咱们这位少爷啊，一天到晚稀里糊涂，可怎么办呢？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如果那金珠要真是哭着喊着要小魏，我看啊，就干脆给他算了。不过呢，日后要让他们为李家顶门立户，这一大家子的日子，可就该难过喽。哎，
那折子没送出去吧？就差一步，让满师爷给截住了，多悬呐！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皇上交代的，把这个给李卫送去。马桶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只管送去，李卫一看就明白了。去吧，拿走。我说，皇上要是真逼着李大人把佛骨拉出来，怎么办啊？你说怎么办？弄不好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张黑果是人家帮他找到的，破敌之计是人家出的，72寨相中是人家李大人保护下来的。哎，最后的功劳都落在克勒阿身上不说，还要降罪李大人，没这个道理啊！这也太不公平了。那个克勒阿屁本事没有，纯粹是冒功领赏。我看真正欺君的是他。这话不能憋在肚子里，更不能眼看着好人受委屈。跟谁说去啊？你忘了，皇上是给了咱们差事的。跟着李大人看看他干什么？咱们这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咱们人微言轻，你不敢？有什么不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该说话的时候就得说话，该站出来的时候就得站出来。轻也好，重也好，再大不过一个理去。好，有种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见皇上去。见。出了什么事？这可不敢问呐，像是谁把天捅了个窟窿啊！臣奉旨。把你们刚才说的再跟父皇说一遍。这。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？我怎么糊涂了？这上面写的每一句都是实话。就算是说实话吧，那也得分个时候啊。现在皇上判的是西北大捷，就是克勒阿的军功。哎，现在又是红旗报捷，这又是交营10里的，又是封赏3军，那是朝野瞩目。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会怎么样？让克勒阿好看。那不是等于打皇上的嘴巴吗？弄不好啊，那可是雷霆震怒啊！老爷为了保全72寨民众，谎称自己吞了佛牙，那可是一招险棋呀！把胜算全压在西北大捷上面。他当了这么多年官，那是摸准了这帮皇帝老子的脾气，算定在这个时候，就算你说把屎拉在紫禁城里边，皇上也只会哈哈一笑，当个笑话，不会深究。可在这个时候，你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，你也不想想后果会怎么样？弄不好那是玉石俱焚，真要是出了事儿啊，你哭都来不及。